咁翻到嚟一個星期一次嘅緊急知識啦，咁啊今次就想講呢個嚟緊週末嘅活動啊，就係七欖啦。咁新聞都成日報啦，咁啊體育園開幕，咁啊跟住嚟緊就有一個七人欖球賽咁啊，移師到呢個啟德體育園啊。咁啊有即係除咗有好多體驗之外啊嘛，除咗啦啦隊助慶啊，咁時間表呢啲咁全部都喺即係叫做新聞度都有報啦。咁其實即係叫做最有趣啊，或者最有意義嘅，我相信都係即係事隔好多年啊，有呢個飛機啊低飛維港係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體育園係喺呢個靠呢個海邊啦，叫做維多利亞港嘅一邊啦，咁所以誒都安排，即係今次都特別安排咗國泰嘅飛機低空飛維港啊，咁因為原本我都唔知嘅係啦，咁啊新聞都冇乜報啦，叫做即係冇乜好大事咁宣傳，即係同人講話喂嚟緊有呢個活動喎，或者有呢樣嘢可以睇喎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有意義啦。首先，因為體育園係即係叫做喺舊機場跑道附近啦。首先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佢曾經係叫做香港嘅標誌啦。咁同埋都當時都算係叫做世界上唯一，即係唔係叫唯一啦，其中之一個叫做好難降落嘅機場，因為如果你係近九龍城嘅，其實你企喺啲舊樓嘅天面，其實你係可以見到飛機嘅底部嘅，係啦。所以呢個係即係叫做好 iconic 啦，叫做首先。第二樣嘢就係呢個畫面其實都可以帶到好多回憶俾大家，因為講緊以前講緊啟德機場時代，其實好多飛機降落都係要做到呢個動作啦，即係首先係相當考驗呢個機師嘅技術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即係當然你話熟手技工做揸開飛機咁嘅降落喺香港機場呢啲，如果佢有做開嘅，咁梗係冇問題啦。咁但係始終即係叫做即係可以引起大家回憶，咁呢個我都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咁其次就係、因為佢起飛時間就4點鐘啦，咁我相信就應該會同七欖嘅唔知尾場定係第一場嘅時間差唔多，所以其實喺呢個誒跑道嘅上方或者體育園上方，其實係可以見到見到呢個飛機低空飛過嘅畫面嘅。咁新聞都有講啦，即係其實起飛跟住兜過成個叫做海岸線啦，咁啊飛挨埋去呢個體育園，跟住再飛翻走。咁呢個就係叫做即係 poster 就話 Flying Past 啟德，即係叫做穿越啟德上空，即係叫做引起啲叫做航空故事起點啊！即係香港由以前到依家嘅一啲回憶，我相信都會好多叫做當年有經歷過嘅人都會去睇呢個畫面，因為誒可能到當時細個啦，咁冇乜回憶或者有少少回憶，但係就如果依家大個都想叫做再睇翻呢個畫面，咁但係就我自己有幾個問題就係因為始終見到呢條飛行路徑都知道嘅，即係佢唔係，當然佢唔係喺啲住宅上面飛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佢揀咗條海岸線飛，其實都算比較冒險嘅，因為其實離岸都有好多大型或者係叫做超級商廈啦，例如近中環嗰邊，你有好高嘅 IFC 啦，咁同埋啲中銀啦，咁其實呢啲都好考驗到嗰個人技術。咁會唔會嗰陣時揸飛機嗰個人係以前誒跟開啲大師傅揸飛機嘅副機長或者二把手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有趣嘅話題，因為即係你要重新令到呢啲人去熟習呢個環境，或者
再飛多一次呢條線，其實我覺得你最有意義嘅就係揾翻以前揸開飛機嗰班人。咁但係當然你話以前正機長嗰堆實退晒休啦，咁會唔會有啲可能啲新仔以前係跟緊啲機長飛緊香港呢個啟德機場嘅，嗰啲人嚟飛可能更加有意義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你見到嗰條線唔係飛喺住宅上面，當然就係因為依家九龍城附近咧叫做都起到好多高樓大廈，所以就令到成個航線啊，就未必可以復刻到當初叫做飛去啟德機場嗰個路線，係啦，所以就都好有趣嘅，因為好少會舉行啲活動啦。首先，即係由以前到依家，由搬咗機場之後到依家，其實都好少呢啲畫面出現。咁如果有興趣嘅人，其實我都覺得可以去睇睇誒，即係呢個叫做好珍貴畫面啊。因為相信嚟緊呢10年都唔會再有啲咁嘅嘢啦。因為始終係體育園開幕先，我覺得啦，先會有呢個畫面咯。咁就希望大家都支持下啦，即係支持下呢個體育園啦，因為始終都開幕咁，同埋都係一個新嘅地標。咁香港人有咁嘅地標，我相信都要好好珍惜啦。同埋體育園方面，我相信都會舉行啲好有意義活動嘅，係啦。咁就今期就即係同大家講講呢個咁有趣嘅畫面啦。咁因為都會有啲即係據知啊，都會有啲好好嘅表演嘅，即係例如激光表演啊，或者閉幕嗰陣時有啲似當日3月1號開幕嘅一啲煙火，咁就會可以有啲好好靚嘅畫面呈現到出嚟，係啦。咁啊，今期就係咁多啦，咁啊，下期再見，拜拜。